你把宠物送到宠物店寄养，结果宠物死亡了，店老板说按行规只赔2000元，你接受吗？这里关键是要看合同以及赔偿协议。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，保管期内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保管物毁损灭失的，保管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宠物寄养在法律上属于有偿的保管合同关系，你付了寄养费，宠物店就有义务妥善照料你的宠物。如果因为宠物店提供不合适的环境、饮食或者看护不当导致宠物死亡，就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。给宠物主人的3个建议：第一，送宠物寄养时签订书面寄养协议，明确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。第二，发生纠纷后及时与宠物店主协商，争取让对方出具书面的赔偿协议固定证据。第三，如果对方拒绝，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起始起诉，诉讼时效是3年。一句话总结：宠物寄养是有偿保管合同，死亡赔偿看合同以及赔偿协议。我是黄律师，更多问题欢迎咨询。点赞关注哦。